下一位係容海恩議員，唔該。好，主席，我跟進246同埋244嘅問題。咁其實我都好支持政府咧係開發人工智能嘅研發院。頭先亦都聽到局長講緊嚟緊嘅框架係點樣樣。我哋都係睇到咧，而家兩會嘅工作報告咧，主要都係圍繞住人工智能同埋具身機械人嗰方面嘅研發。咁我想理解翻，即係而家雖然香港未有人工智能嘅發展藍圖啦，咁我想理解翻，而家我哋亦都見到有唔同嘅研發院都有做人工智能嘅，即係包括我最近亦都有參觀物流及供應鏈多元技術研發中心，入邊有好多嘅項目，亦都係包括咗係人工智能啊、機械人等等。咁我哋點樣可以更好咁樣統籌嚟緊研發院嘅工作？嚟緊政府會唔會係開發一個人工智能嘅發展藍圖？俾業界去參考，或者俾研發院去進一步去做好大家嘅工作。即係我哋亦都係見到有短中長期，包括係上中下游唔同嘅公司或者個項目其實都要需要開發，包括係芯片嘅研發。其實我都覺得國產嘅芯片係需要喺香港去做。咁我哋點樣可以更好咁做？咁我琴日亦都係同埋業界一齊啦，公布咗一個人工智能嘅發展藍圖，希望俾政府去參考。會後亦都會俾局方。咁我想問翻而家我哋嘅發展方向係點樣樣？唔該，主席。好啊，唔該。人工智能今都好多同事問起嘅，唔該啊，局長。我對容議員嘅意見啊，係持開放態度㗎。某個領域嘅發展啦，發展到某一個地步啊，覺得一定要有一個藍圖，作出更明確嘅指引。呢個就係藍圖呼之欲出嘅成果。好比創新科技發展藍圖，經過20幾年曲折嘅經歷啦，一定要提出呢個藍圖嘅時候到啦。咁人工智能都係咁，過去3年啦，我哋已經有清晰嘅規劃，依家大家都見得好清楚啦。冇清晰嘅規劃就冇今日所謂嘅一啲啲進展。藍圖幾時發布呢？未來適當時候我哋一定會考慮嘅。產業發展到一定嘅地步啦，我就覺得我哋會去積極考慮。依家呢，正喺度發展按照以前嘅一啲規劃喺度做緊啊，但係我哋可以繼續保持合作嘅，加強探討。我就咁回答啦。好。